是540首。咱今日同齐要来敬拜咱真国活的上帝。这是我请大家咱起立来吟这首圣诗。上帝疼痛他会遐大。因为我做。
帝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河顶的恩典会当领受这份的福气，主，阮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是毋是？我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即时开咱的嘴，咱来到主的时，阮无做前，来往主求，咱大家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愿为着这个土地，为着这个倒事，阮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有天灾，有地变，总是你的听永远无变，你的话永远无变。主，阮有份伫你的面前，诚做你信的囝儿。主，阮无够命的，求主你加添阮。主啊，阮知祈祷是大有困难的，阮即时求主你爱伊堪听阮众人的祈祷。主啊，你是一个灵，你是一个阮用真实的灵来到主你的面前，唱歌吟诗学罗你的诗，你要拍开天的门，赐福气伫阮这个岛屿，伫阮这个土地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骨量拢会当得救，互阮的台湾这个岛屿伫上帝你的鼓手内面祝福满满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转灵天父上帝，愿转灵天父上帝，你心我刚烈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你对阮心中，愿转灵天父上帝，你旨意伫这。永远踮阮心中，愿转灵天父上帝，你心我刚烈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，愿转灵天父上帝。
望甲喜乐。愿望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用真实的灵来敬拜你。愿你信心充满伫这圣殿，互阮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，你要对阮的性命搁一摆来讲话。主帮助阮，互阮搁较近我你，互阮来当了解你的旨意。当阮为这个岛屿，为这个世界，为阮的性命来求的时，求主拍开阮心中的目睭，嘛拍开阮的耳孔，互阮来当听见上帝你搁一摆伫阮的生命内面对阮所讲的话。原在你对阮逐人拢有水的计划，总是阮有时愚妄，有时心会硬，阮袂当明白上帝你的心意，阮辜负着上帝你的疼，总是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，阮要求信心大大充满，引带阮头前的骹步。愿主你今日来让欢喜接待阮今日的敬拜，互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，献到上帝你的面前，互主你得到荣耀，搁再荣耀。阮安尼敬拜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将一切恩典归到咱的白上帝，哈利路亚！大家请坐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？留兄弟平安。
咱行为圣诗，圣诗第26首，但愿感谢上帝，请起立，吟全首。咱单身来祈祷。谢主耶稣，感谢你，祝因上地动，上帝保守看顾，大部分拢无受伤害，但是花莲上严重，我为着花莲即个所在来祈祷，求你保守受灾害性命安全，赐予因的力量甲平安，也互阮的未来的地动愈来愈少，愈来愈轻。阮知影你是掌权万有的神，你要看顾阮即个台湾即个土地，再阮侪侪年长的身体欠安，愿主耶稣伸出你的信手医治，也愿圣灵运行在伫咱泸州教会，大家拢无私欲，有共同合一的心，为了教会，为了上帝福音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向头前的标来跑走。我来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圣诗后壁，请看七页，启文第6章。哥林多前书第13。我来替恁来引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
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温事，我若有教业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去互会烧。恁若是宽容，有恁若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生气，袂爱不义。恁若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愿望。第声，恁若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温事是暂时。咱所捌的是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落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但我以前成人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第声，安尼信愿望仁爱，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下面请少年团契来献诗，少年团契要献的诗歌是我来祝福你。
上面咱个上水的献诗哦。再来，拄倒文请起立，咱来拄倒文，来请。为你起个杯，还你的名是，你的国民法，你的志得正，你地亲像天。我的日子一人我，赦免我的辜负，亲像我赦免辜负我的人。无你带阮你就是，就救阮脱离你的歹，因为国权力应当拢是你所有，大家好志，阿门。请坐。咱来献开圣经新约32页，马太福音第15章31节到40节，我来强读上帝的话。当人子伫伊的荣光甲隆重的天使来的时，伊要坐伫伊的荣光的座位，自一万邦伫伊的面前。伊就要分别伊，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，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，山羊下伫伊的倒边。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：恁对我的爸得着恩典的，进前来成这国，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，甲恁陪伴的，因为我枵你捌互我食，我喙焦你捌互我啉。我出外，你互我住；我脱捌体，你互我穿；我破病，你看顾我；我伫监里，你来找我。迄时义人要应伊讲：主啊，阮什么事看见你枵来互你食，喙焦来互你啉；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，脱捌体来互你穿；什么时看见你破病，也是伫监里来找你。主要应伊讲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的姊妹世一个，就是惊伫我以上。讲到，咱要请曾正志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：我枵恁互我食。热烈乡亲们，大家平安！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参加敬拜上帝，嘛伫这个所在分享我所受交代的工作，就是国际要求对策的时间。咱要讲过之前，咱大家参加按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你恩典的下面，你答应阮，当阮劳苦背重担的时，你替阮担当遮的。既若就近你的，你要甩开阮所有的重担。主，阮伫你面前，阮知阮常常有侪欠缺，总是阮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伫欠缺中间会互仰望你，互阮伫夭饿的时会通对你来憔悴。伫你面前，阮各愿将这个艰苦送向的人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总是嘛将因的欠缺甲需要放伫阮的心内，将你所赏赐阮的会通帮助这个艰苦的人，因为阮是你受调的器具，嘛是你的奴仆，你的女婢。你召阮来，无毋是要互阮有分伫你的圣工，恳求你嘛帮助阮，互阮少年伫花莲遐个地区。惊吓软弱的百姓，互因伫惊吓中间，真正有主你的圣手甲因相甲比例。因欠缺时，有侪人将疼心来分享伫因的中间。主，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，将早起这个讲段分别做成，愿主你亲自引带带领，互阮对你的话所领受的，诚侪阮生活、阮工作、阮信仰的准绳。伫你面前，阮献上阮的感恩祈祷。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热烈乡亲们，大家平安。真侪人当我咧介绍标语对策，这4字的时阵，真侪人拢甲我讲：哦，我知。因在心里，你敢知？听着标语，咱随时人想到
伫台湾有一个真正出名的活动，叫做幺五啥？幺五30饥饿30，这是一个展望会的挺心的活动，就是呼吁众人利用30点钟无食饭禁食，所存出来的钱，通奉献，通真侪真侪非洲，特别伫迄个广告中间，会通帮助非洲的囡仔，会通有偌久的时间，会通买一条面包，会通食偌久的时间，免得得到枵饿。总是枵饿对策，咱知影是枵饿的过程的中间，其实有一个真正要紧的所在是，迄个枵饿，咱伫台湾所有的这社会福利团体，包括政府，伫枵饿发生的时阵，第一项代志创啥？我伫6年前参几个友集，包括咱台北市有一个真正出名的里长，叫做方和生里长。有人讲这是地表最强的里长。这个里长，伊真爱帮助这人，伊伫南机场吼，迄个南机场，咱知影南机场无？毋是松山机场哦。南机场伫青年路、青年公园边仔，有一大体台湾上古早的啥国民主体，互遐个渔民，也是遐个退伍军人，会通安心落命的所在。总是你敢知？迄间厝，遐个厝所起起来，台湾第一间、第一栋，也是第一个区域的国民主体吼，已经超过60栋啊！所以拢破烂，毋难呢。每一个厝体拢只有超过6平到12平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即个里长伫迄个所在做里长，伊照顾的百姓，特别遐个老乌仔，以及遐个老乌仔。遐退伍军人的家族，因为经济环境是安那，是全台北市上界歹，所以有人称呼台北这么富裕的所在，有一个贫民窟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伫迄个南机场遐个国民主体。所以，阮伫咧所在成立一个食物银行联合会，就是组织这个对家乐福啊，侪侪所在所收集来面包，这个食物。通分互遐个人，总是阮毋能伊毋能分互遐个人，即个伊成立一个协会了，佫会通遍布到伫全台湾，收集真侪资源，因为太有名咧，所以真侪单位、真侪公司拢将资源等互因，会通分到伫台湾侪侪所在。所以当时我甲即个方里长做朋友，所以我就甲伊讲，真侪遮个食毒的遮个百姓吼。拢摕迄个，今仔日去即个所在摕1包米，明仔载去迄个食物银行摕1包米，家己一个人有法度食遐济无？无啦。伊遐米要创啥？你敢知？去柑仔店吼，换一粒红中还是白板？咱知影听有红中还是白板无？迄是真正古早吼的毒品啊。所以迄伫迄中间吼，迄是一个迄个毒品，所以一粒吼200-300箍。伊若1包米就会通换1粒，所以吼，伫这中间我讲，咱来合作成立一个叫台湾食物银行的联合会，就是伊伫这所在领了，搁去迄个所在领，资料走出来，你毋是当只伫遐领尔，所以会通杜绝迄个物质的浪费，甲无适当的运用。所以伫中间，咱知影，即送物件、送米、送面包，互伊食的时阵。会当食偌久？有限对无？所以伫中间，咱常常伫做社会工作的人，也是做社会服务的人，也是教会伫发动这帮助人的人，伫下时阵，咱常常会讲一句话，讲给鱼吃，互伊鱼仔食，不如教安那钓鱼啊。咱一般拢想到即个所在，所以当我接即个机构了后，我甲这李干事甲伊讲，我讲。咱敢若想到即个所在，甲伊钓鱼啊，总是咱就想讲问题有一天，迄个鱼池啊若无鱼仔的时，你甲伊钓有路用无？敢有路用？咱毋通想象讲无可能无鱼仔。我伫东部伫新港教会，东部成功吼，成功迄个旧名叫新港。伫新港教会牧会将近12冬久，我伫看迄个去掠虾啊，是溪虾啊吼，我一日会通掠差不多1斤的虾啊，
人客来的时候足好用对无？迄个溪遐佫袂通污染的水才会通活的，总是经过12冬了吼，迄溪啊掠无虾啊，因为污染、喷农药、照食、肥料，遐虾啊死甲无半只。总是安尼，毋是安尼尔。伫迄个太平洋，遐尼大个太平洋哦，嘛掠无鱼，你敢知？真个渔船出去掠无鱼，什么原因你敢知？因为因拢用流刺网、三战网啊。因叫做三战网，迄个三战网就是吼，迄个空隙吼，迄坑啊，迄网仔的网吼，哪大坑，细只的鱼仔安那会走过对无？总是三战网啊，就是大先可能是要掠上大只的，伫头前；第二站是啊，掠较细只，到落尾吼，连母仔鱼都会通掠起来，大小通吃。你知影母仔鱼咱足爱食对无？嘛足好食，总是你敢知？母仔鱼看起来拢共款，白出白出。总是母仔鱼是所有的鱼种，伊伫要生产的时阵，爱伫河口的所在，伊遐繁殖。所以真侪人咧掠母仔鱼咧掠，毋是伫海底掠，是伫迄个河口的所在咧掠。是所有的鱼种拢集中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有淡水甲咸水，袂使伤咸嘛，袂使伤正。伫迄个所在生存，到某一个坎站，才输出去伫海里。所以咱台湾足爱食牛仔鱼，所以我讲了了后，可能咱会去思考讲，以后通够食伤济牛仔鱼哦，可能爱考虑考虑。所以鱼伫咱钓鱼啊，教伊钓鱼啊，其实嘛无路用，阿免吗？所以伫这中间，我咧甲妖งู对策，才会同工咧讲一人。妖งู是一个现象，妖งู是一个现象。总是，你讲这个机构的名称叫做对策的时，都毋是饥饿30，用迄个疼心的行动来募集淡薄钱，来买面包，互遐个人。所以我甲因三甲讨论了，结果我讲咱的对策，迄个对策就是想办法解决。也是缓解，咱毋敢讲完全解决问题，所以缓解、缓解噻吼，就是互伊较袂遐尔厉害啦吼，豆豆会通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要缓解妖งู的问题吼，就爱想办法。所以上解要紧的办法，我甲因研究的结果，就是讲，咱会通帮衬伫遐非洲的国家，伫遐落伍的所在，经济无发达。农业无发达的国家，因遮的会员吼，拢是妖งู对策的组织嘛吼。遮的会员若写农业计划，佫派人来台湾推荐来台湾，咱台湾内当一年若提供3个名额，这也少，3个学生真少嘛。所以3个学生的专业的奖学金，互因伫台湾读农业，到阵日到伫因的国家的时，迄个3个学生会变做迄个国家农业的啥？经济，比摕物件、运资金、互因钱去买食物，搁较哪？搁较好，会通较根本会解决迄个妖งู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所在，我咧甲这个李干事讲的是，因大家非常赞成，因为真济咱台湾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了后，真侪个国家拢甲我讲牧师。台湾是农业上出名的所在，所以恁会通来帮衬阮袂？恁会通来帮衬阮袂？安尼是咱去对无？伊讲恁来嘛。总是我咧想一项，就是讲咱去吼有时有准，咱有足侪农耕队伫迄个所在，总是一个断交了、撤退了3个月内底，伊的农场变做棚，因为去做事的人，迄个农毋是伊的，毋是。毋是啦，迄是国家，迄个咱的农耕队请伊来做工课。所以农耕队无去了，因为政府嘛无咧要紧这个代志，嘛无人咧管理，嘛无人学习，所以遐个做工仔人上知倒位有铁啊通绑，迄个水闸啊嘛铁啊做对无？啊，什物物件嘛迄个铁啊做，所以所有会人看会到的，会通卖去的物件，拢绑了了。所以单数量大赛就是甘比亚的大使。即摆住伫淡水，我咧甲伊讲的是，伊甲我喊头，伊讲牧师真困难，真困难，因为3个月了就攀去啊。总是若互因的学生来到这个所在，
有因家己的农场，有要求对策的农场，因倒转到伫迄个所在时，迄农场是啥人的？因家己的，所以有家己的才会通啊啦，因才会通努力去改变因的生产的方式，来得到好的收成，才会通帮助因家己本身，佮教育伊的家族，甚至若还有村，佮会通摕去卖。因为多多会人摕去卖了后，才会通换其他的生活物件嘛，对无？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这要求的对策是对安来开始的。所以这要求对策伫目前有做真正侪只工作，对今年甲中兴大学正式签约合作，就是因甲伊知影咱的这个小小的机构真正细，啊，拢爱靠募款，啊，要维持3个学生，一年爱偌济，恁知无？维持3个学生，佮做4个工作，所以一年咱只有200万，就咱解决这代志。有人讲，要遐济钱，我讲咱的学生啦去外国读册，咱的囡仔去外国读册，一年久爱偌济钱？有人甲我讲无甲遐济啦，总是有人讲200万，上少的甲我讲啊，起码嘛都150万一个囡仔，特别是到美国还是到伫欧洲读册，佫较贵。所以这个所在，互咱知影，咱用少少的经费会通支持这个遥无善乡的国家的人，对咱来讲，虽然是真重的担，对我来讲是真重的担，因为逐年爱去募200万，明年今年佫3个人来，因为旧年是狮子山共和国，咱知影狮子山共和国无？西亚山，伫西非的所在。卖毒的吼，可能毋是狮子山啦。狮子山是血钻石的国家，啊，总是血钻石是因的百姓得到利益，毋是？毋是呢。伫迄个当然有真侪流血的事件，因为战争的所在，所以伫这中间吼，因的国民所得吼，一年久的 GDP， 毋是生产量哦。现在国民所得会通家己领到的吼，680块美金，安尼一个月偌济钱？一个月吼50块较加的美金，啊，所以50块算60块啦，60块咱代表偌济？1800块一个月，所以饲规大阵的囡仔，啊，所以这就甲好知哦，因为送乡甲散车，实在是真困难去解决。所以咱这个计划成立的时阵，因拄拄咱的联名的主席伫迄个所在做训练，所以上大声知影这个消息，所以随时送3个学生过来。即摆是中兴大学读册，总是数学足歹，因为因的国家无咧教数学的，所以数学拢死顿。我因要来时，我毋知这个情形，所以我甲讲，恁若转调去吼，袂当摕到学位对无？就是爱安啦，回去了呢。啊，所以哦，因甲因的主席写讲哦，讲我甲因威胁啦，讲我要甲因3个拢总甲因送转去。我毋是，互恁机会，因为因虽然数学无及格，死顿，总是因的总平均竟然有超过80分，安尼表示因伫其他的科目啦表现了真好嘛。所以讲，佫互恁机会，我请咱请一个迄个家教去帮助伊，互伊。学数学，啊，我毋知影咱即摆国民学校的数学已经甲我较早读初中的数学共款去，你知毋知？咱国民学校3年的学生伫上的数学，甲即摆阮较早的读，阮较早可能毋知影我几岁啦。安尼才来安尼，超过70。所以伫迄中间迄个数学我毋知影难度是到这程度，因毋捌读过数学。所以无及格乃是啥？当然嘛，对无？所以伫迄中间，我甲伊讲，我甲恁要求是，拢总爱迄个 pass， 若无 pass， 才送无 pass 的人转去，毋是 all of you， 是 one of you 。所以迄中间，咱知影是非常无简单。教育若无帮助因教育的工作，因无得改变因的国家，无得改变因家己的性命。无得改变你的国家，所以对策要紧无？对策是非常要紧。
所以妖恶的对策是咧解决这款的问题。当然，咱所读的圣经嘛咧讲妖恶，因为主耶稣甲伫讲将末的时，伊过来的时吼，要甲咱哦分做啥？山羊甲啥？甲面。伊分这山羊，这个分吼是圣经内底迄个分别吼，分别是圣经中间只有一字，咱台湾中文甲翻好敢若一字尔尔，叫做性。总是搁较特别的是，咱后壁搁加一个别，就是啥性别。咱甲这本册圣经吼，袂使学袂淡，吼，因为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所以咱甲这本圣经分别做啥？做性。所以这个性其实本意就是啥？就是分别啦，有所分别。所以咱甲翻译做性是，互伊较神圣化。所以伊原始的意义是分别。所以耶稣来是甲分别咱人做绵羊、做山羊。甲遐个绵羊讲，恁今会人甲我三甲有份伫上帝对创世以来所咱的恩典，会人甲我有份伫上帝国的恩赐意思。所以咱伫迄个中间哦，这是一个判决文。圣经写这段是因传统的判决文的写法，就是先有一个判决的目标对无？然后再来叙述讲吼，讲我为什么甲你判决安尼？咱即摆法律敢毋是安尼？判决主文嘛对无？啊，搁来后壁是判决啥？诶，叙述嘛，内容是为什么甲你判决安尼？所以要解说嘛。这段圣经都是安尼。伊讲吼，我邀恁互我食，我喙焦恁互我啉，然后我出外的时恁互我带，啊继续安那，我无衫通穿的时恁互我穿，然后。有两项，咱真学得去理解。我破病的时，你来看我，这咱拢会，咱拢知影。咱教会兄弟人有人入院的时吼，咱拢会走去安那，去甲伊看，啊去甲伊安慰，甲伊鼓励。总是后壁一项，我伫家里，你来看我。有人伫家里，咱要去主动去看我。啊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？我甲这个所在分做三项真正要紧，三项真正要紧的记载。迄个三项真正要紧的记载，迄个刷只，对不对？伫这个中间第一项在讲耶稣在讲哦，这三项的时候，遐个学生吼，遐个绵羊遐个迄群人吼，甲耶稣讲啥？讲主啊，阮什么时阵看你腹肚枵，互你食？阮什么时看你喙焦，互你啉？阮什么时阵看你安怎样，啊，家己去做什么？这个绵羊在甲耶稣应答的时，你想因的心情是什么？一种欢喜的，因为咱甲耶稣三甲有份是上帝恩赐，一种欢喜的，还是恐慌？恁咧想这段圣经是咧描写这个绵羊是欢喜的心情，还是惊吓的心情？为什么惊吓？因为阮拢无做到啊！阮是毋是看你腹肚枵，互你食，阮拢无做啊！吼，所以伫这中间，耶稣甲讲，惊伫智未社中间的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，毋是我腹肚枵，是这个智未社中间有人腹肚枵，你肯互伊食。所以腹肚枵甲喙焦，这是肉体得的枵饿，敢毋是安尼？咱去禁食祈祷，敢会无食饭？总是嘛，起码爱啉啥？爱啉水啊！无啉水哦，一礼拜挡袂掉。所以你这中间这是肉体的欠缺甲需要。这是第二个战术是啥？第二个战术是心灵上的要求。因为我出外的时，恁互我带，迄带敢要紧。足是 homeless 伫迄个台北桥骹，对无？无通带，啊带伫桥骹会通食好，嘛是有人伫遐带。嘛袂死去啊！总是迄个大，你会记讲，圣经的中间在讲大的时候，有一个上解要紧的记载。雅各在道歉伊的兄哥，甲伊恐吓讲哦，老爸若死的时，就是你安那，就是你死的日啊！因为你将我的最大囝的名分的祝福，甲我抢去，其实是这个意思早就放杀掉去啊！哦，为着要腹肚枵吼，为着腹肚枵。
会当甲大囝的名分卖掉去，对无？这已经卖掉去啊，总是要毋甘愿啊。所以讲，老爸若死的时，就是你死的时啊。所以这李伯家讲哇惨啊，因为杀人赔命嘛。所以在这个中间哦，伊若杀死小弟，伊家己嘛爱防啦，防杀死啊。直接两个人，两个兄弟啊，两个囝拢死。所以甲阿公讲，较紧，走去倒去，走去人家旧因兜，去闭起来。总是伊行到半路吼，还未到伫阿旧因兜的时阵，旷野，平安时旷野，是无依无倚，阁无通庇护的所在，吼，袂人闪避的所在。所以伫旷野吼，用石头跨石，倒伫旷野咧困，充满惊吓。伫惊吓中间，伊看见啥？圣经伊看见啥？看见天梯啦，吼，有一支梯对天顶到入地里，面顶有啥？有天使起起落落。所以伊精神起来时，伊讲一句足要紧的话，伊讲：哦，上帝竟然嘛伫遮，我竟然唔知影，伊原来上帝踮伫什么所在？是因兜的安家桌顶啦，共款换了一仙啦。吼，你知影拉结，因咧要甲雅各要带拉结因倒转来时，拉结吼，伊的屁股下面放一仙啥？拉班的真面红啊，你记得袂？所以吼，古早伫阿伯拉罕的时代，共款因咧敬拜神，原来有一个上顶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伊旷野无通住。踮伫旷野行行的时，看见天梯，上帝使者伫即个所在起起落落，伊甲迄个所在醒起来时，号一个名叫啥？伯特利。伯特利原文的名叫做 Base Air， 迄个 Air 是上帝，所以 Base 是迄个圣经内底吼，原来一个伯出头的地名叫做伯利恒。伯利恒啊，伯利恒是叫做 Bethlehem。Bethlehem 是冇 base 是厝的意思，啊 ，Lehem 是啥？是面包，所以 base air 就是上帝啥？上帝的厝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所以伊透过这个经验，伊的信用就真正突破，无搁再是固守家己，是看见上帝的临在，看见上帝的临在是无所不在的临在。伫惊吓中间，上帝甲我三家对地；伫夭寿中间，上帝甲我三家对地。所以我甲上帝三当行时，我就坦然无惊。阿妹吗？所以伯特利的意思是伫这个所在。所以无通大。耶稣讲：我出外，恁互我大。大是安全的需求，安全的需求。所以另外一项，我无衫通穿的时，恁互我穿。咱就想到迄个衫的意义，有啥物衫伫圣经中间写了特别的所在无？圣经咧描写衫有啥物所在咧描写？你来去看利未记，利未记咧讲祭司的衫吼，就爱安怎做对无？爱有迄个流苏啊，迄个规条，就爱外安怎做？所以足清楚的记载，因为迄是代表做祭司的啥？的身份。总是另外，毋是祭司的身份。圣经咧描写有一个人，伊咧食喷的时阵哦，只想讲，哎哟，我的老爸哦，有真好的家产，有真大农场，我竟然甲我的财产开废了，即摆甲人饲猪，对犹太人讲饲猪是垃圾，所以伫迄中间，毋若饲猪，搁将猪咧食的物件，咱咧讲是喷嘛，对无？台湾咧讲喷嘛。对内底摕啥物件叫食？豆粿。我细汉时捌捌饲猪呢。总是饲猪的时吼，阮咧饲猪的时吼，会当对迄个要饲猪的物件中间吼，还未做喷的进前吼，伫顶底番薯啦，对啊。所以阮是食番薯大汉的，总是伊是食豆粿大汉的。所以伫迄中间，伊讲我这么见识，我这么无命分。我伫这个所在卑贱到这个程度，所以我悔改认罪。我要转去甲老爸讲：爸，我有得罪天，阁有得罪你。
我袂堪你做你的啥，做你的囝儿。总是咱圣经看见一个，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时，要远远转来的时，伊的老爸远远看到伊，就安那，是伊的囝走，还是老爸走？老爸用走的，走去的时，该安那，揽咧，连连该安那，真是。我最近有一间教会我讲道的时，我吼讲金喙，因为耶稣受卖时嘛安那。嘛，防金喙呢，所以金喙真要紧的架势。所以这个浪子的老爸去甲伊揽咧，连连甲伊金喙，然后交代伊的萝卜做两项代志，其实三项代志。第一项是啥？摕上盖好的衫、上水领衫来互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互伊鞋啊，然后佫交代一项，去杀迄只上肥的羊啊。对无？第三是啥？去请厝边隔壁所有的人来咱兜，因为我失落重新得到。所以迄件衫有意义无？迄件衫是恢复伊做囝的名分，一个上界要紧的啥？尊荣。所以耶稣讲：我无衫通穿的时，恁互我穿。咱捌为了耶稣穿衫无？这，互咱去思考一下。咱捌为着耶稣摕物件互咱食，咱捌为着耶稣摕迄个互伊通大的所在无？后壁来喊看见迄个有三个人对因兜经过，迄个上树骹的时候，已经天咧要暗啊，所以甲迄三个人啊闹咧，天已经要暗啊，所以你到底要踮入阮兜。因为过落去有路无厝，你袂当就充满危险，所以踮入阮兜，然后叫迄个太太啊扎拉去做饼，菜羊啊通请人客，互伊食，佫会通大。所以咧，即摆伫这所在，咱看耶稣吼，在讲食的时候，食的绵羊是惊到要死，因为我就讲无做着咧。你哪会甲我讲安尼呢？我怎会堪你即款的福分呢？所以这个人甲耶稣讲你讲这个，阮拢无做，足歹势，阮足见笑。总是耶稣讲，行伫智慧是中间的一个，就是行伫我。今日甲这个山羊讲共款的话哦，我的腰总是恁啊，恁无互我食，拢共款的6个命题是身、心。甲啥灵？因为破病甲关伫家呢，伫犹太人来讲，拢甲啥有关系？甲罪有关系。既然甲罪有关系，罪是甲啥人有关系？你讲犯罪是你讲人甲人的关系尔吗？我要紧是人甲上帝的关系呢。所以无照上帝话来行的人，叫做不忠。谓之罪，写无对，迄写字写无对，偏去，迄叫做罪。人若行偏去，迄就是罪。所以犹太人的观念，罪甲关于家是共款，这是灵的颂扬，灵的善巧。所以耶稣咧讲这项的是，这三个妖恶的问题哦，都是咱爱三甲常常去思考的问题。伊甲绵羊讲，恁做哩智慧是中安，就是惊伊伫我。总是甲山羊咧讲吼讲。山羊遮个山羊听到，因为伊甲讲，恁著要落入永远的火嘛。我这足严重的代志对无？原因是啥物？我枵的是恁无我食嘛，我喙焦的是恁无我啉嘛，我安全的是恁拢无做，恁拢无做。恁既然无行入智慧社中间的一个，你甲我有关系无？都无关系啊。所以共款的命题，无共款的做法。导致无共款的结果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这三个无共款的了甲绵羊甲山羊的分别的时候，一个真正要紧是啥？这是绵羊为什么会感觉讲我拢无做，袂堪得对着这款的恩典？是因为因甲行好去帮助人，去帮助遐智慧社中间的一个，已经诚侪因生命中间
的日常的生活的反省啦。我看到的是，就随时安那，看到人骨倒枵，我随时安那，随时较紧，请你食。咱台湾人真趣味，我细汉的时候，去人兜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常常主人拢会问啥？食饱未？总是今仔日吼，咱若去人兜的时候，你人若来咱兜的时候，咱拢会真细致，拢无啥敢问讲食饱未？什么原因你敢知？迄个咱会讲吼，对方啊白目的吼，讲也未呢，啊无你是安那？对无？所以即摆人较聪明、较巧的吼，拢较保守，拢毋敢问即句话。来坐，以啊便便，对无？所以人讲啊，食饱未？也未。若古早阮若讲也未，阮真拢真熟。啊，所以吼，出面隔壁也是亲人朋友真熟，也未。主人拢会讲啥？啊来，我凊彩吼，拉咧食一个饱，有无？啊，今仔日吼，人若来到咱兜的时候，敢若剩凊菜尔吼，凊菜拉咧要互人食，足无礼数。有当时咱去互咧礼数，赢过真实听的行动，民主赢过实际听的行动。所以今日我常常甲人开玩笑，即摆毋好甲人问讲食饱未？啊，所以有当时较靠熟的、较熟的朋友啊，因讲食饱未？我常常讲也未。啊，我一看伊反应，这挑该挑难嘛，开玩笑的。总是开玩笑，其实有一半是啥？是真实咯，有一半是真实。所以这所在，我要用甲大家来参考分享讲，那安尼的时阵，这个山羊吼，因在应答的时会惊吓的原因是啥？因为因是被动消极啦。等人甲咱讲，咱才来做。总是绵羊是袂人讲，敢若看到就动了慈心，对无？像迄个伫撒玛利亚的人共款，伫迄个山区拄着互拍到半小时的人，遐个人拢利未人甲祭司拢咧思考一人，大声受伤。我要去服侍上帝，我若去擘着火，我就袂当去服侍上帝。总是这撒玛利亚人看到迄个互拍到半小时的人，圣经描写4项，伊讲他就动了慈心，伊的心受感动，伊顺落来用酒甲伊消毒。用油甲伊抹来了，为什么抹橄榄油？你敢知？预防怎么样？感染，对不？有尽力用伊的所有的知识去帮助这人无？有无？有，这个尽力。伊的尽心，伊有迄疼心，佮有行动的时，就尽心了啦。啊，尽心佮有尽力，佮啥啦？将伊的路啊，互伊徛。将伊的驴仔互伊徛，然后伊爱牵驴仔，牵驴仔是奴仆还是主人？奴仆。所以圣经讲咯，保罗先生讲，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，总是处啥的形象？处什么款式？处奴仆的款式，佮为着人啊啦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，这是疼心。所以无一个疼，比为着朋友献。奉献性命搁较大，所以这所在，伊最后一项，伊到伫客馆的时候，搁摕2个钱仔甲迄个主人讲吼，请你照顾这个人。伊这个人伊有熟悉无？根本都无熟悉，所以请你照顾这个人。若无够，我转来啊会搁行你。尽心、尽力、尽性，改变伊的身份，尽性，然后啦，尽意。完成一个疼人的工作，所以这是主动，伊主动的哦。无人甲伊讲，你着去救迄个人无？伊家己本身动了慈心，是啥物动了慈心？是看到迄个现象，伊知影讲，我若无甲伊斗骹手，总是伊无先讲，我若甲斗骹手会安怎？会得到啥物好的报酬？无，伊甲知影，这是我应该做。所以特蕾莎讲一句话，伊讲我伫对别人的需要中间，看见我的啥责任，从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我的责任，
这是基督徒上该要紧的本分。因为圣经的中间，所有这行好，圣经中讲，你着安怎，你着安怎，你着安怎，迄个着吼，就是伫希伯来语的中间的语气，真清楚，迄个语气是用命令式的。所以伫昨昏邀迄个咱北区的志工训练营双年教会，最后一天，我甲因讲，咱基督徒的志工，毋是有钱才来帮助人，毋是有亏来才来帮助人。因为有多余的那个不算是真正是爱心，吼，迄难散的啦。总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疼人的是一个啥？是咱的本分，是咱的责任。就这撒玛利亚人这美女同款，伊咧做这工课的时，拢毋是咧想讲吼，这我做这就做完免，我着有啥物款的报酬也无，我有啥物条件也无，拢无。伊感觉这是我应该做，所以这中间我要。最后，我三甲用迄个只有对策的工作，用迄个遮我相片哦，甲大家来三甲来分享。好，这先讲结论啦吼。之前我咧讲迄个结论，我讲结论就是咱的气力拢有限，无毋对。我像之前人讲啊，我气力有限，等我吼落套的时，我才来现；我等着我有钱的时，我才来安怎。等我年老吼退休了，我才来做工。我等到迄个时阵吼，什么时阵上会用？你敢知？人什么时阵上会用？倒咧是上会上用啊，袂叮当的是上用，对无？咱敢要等到迄个时阵再讲，上帝啊，请你搁留我的性命，我要继续为你做工。上帝讲无遗憾啊，对无？敢是安尼？等你要有气力的是，圣诗讲。当我清热的时，当我有气力的时，我要为主做工，毋好等到迄个时阵才讲主啊，我要哪？迄乞食下啥？下大愿无路用，就亲像遮个山羊同款。所以这个所在，摩西受调去做一个大事工的时，什么事工？上帝甲讲：你倒转来到伫埃及，甲我的百姓带出来。摩西会惊袂？什么原因？伊自投罗网呢？伊伫遐杀死人去互通缉对无？伊只要倒转去的时，拄到哪？都哭起来。第一项，第二，摩西吼，讲搁较严重的话，啥人捌你？你是什么人？无人知。啊，过来讲啊无法度吼，耶和华甲伊讲了，无法度。伊讲啊，我是什么人？我袂晓谈，袂晓，我也袂晓讲话，也袂晓做工课，啊，我嘛袂晓怎。将伊上界谦卑的所在拢表现出来，总是最后上帝发圣地哦。你看迄个语气的中间哦，上帝发圣地讲一句话是受气的语气。你手里有什么？你手上有什么？啊？一支管仔尔。摩西讲一支管仔尔，总是耶和华甲伊讲啥？用你的管仔。行神者，用你的管仔行神者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手内指吼，拢有担保上帝所赏赐咱的恩赐。台湾的俗语俗语讲，男马哪是高塔。敢是安尼？上帝毋是用咱所无的要求咱做，上帝用伊所赏赐咱的恩赐、财富来帮助遐比咱更较软弱。艰苦需要，所以下面我要用这个相片来甲大家三甲来分享，或者是咱的要求对策的宗旨，用耶稣基督的听，运用做一共款的真侪方法，慢慢来讨棒迄个心身的要求议题，互更较侪人免伫要求脱离丧用。好，伫这中间，我刚才要讲几项，这是咱甲全年甲中英大家合作的案。这个合作的案，这个计划有四个工作。第一个工作是提供3个奖学金，所以这学生读册读了后，大学毕业了，伊若来遮读4档，倒转去爱伫伊的推荐来工作，做8档的工作，爱回馈嘛对无？咱毋是白白互伊来遮读册，啊等于家己趁大钱，毋是，伊等来爱伫迄个机构做8档。第二，迄个计划伊写来的计划吼，有实在无？咱知影无？咱刚伫这看伊的书面，伊的计划
会准入的，袂准入，特别是农业。我们人写甲天花乱坠对无？真侪社会福利机构拢会写计划，拢写甲天花乱坠。我伫台东伫工作的时，对当时的教育部请经费，叫做终身学习经费。啊，我写来讲受暴妇女的计划我写来写12万啦，所有的经费12万。总是我要求的经费是78000块。啊，什么原因是啥？因为迄个官员甲我讲负责的人承办人甲我讲，牧师你预算就写较济一个。啊迄个审查的时会甲伊安那，会打折。啊，所以你互伊打落来拄差不多是你迄个你写迄个计数，你写迄个数字。我说我数字我拢78000块我都够啊咧。啊，所以我就写伊讲你就写较济就是，写较济就是啦。啊，伊会砍掉，砍到差不多这个数字了啊，所以我写12万。总是互我真正困扰上。迄教育部看到我写的计划写甲遐尔好对无？毋是互我78000尔呢？哦，这你敢知？12万，拄啊我原来的计划12万，我惨啊！12万我根本就无开遐济，12万，安尼加几万出来？加4万2呢？我要安那好销，所以我落尾甲这个钱存的钱要存35000块，我怎爱摕倒来啦？交倒转去，交倒转去，迄人讲，牧师你哪遐尔故意啦？这是咱这爱检讨的一个真大问题。所以你讲计划写得真好，总是执行真正执行，甲计划有落差无？有落差。所以伫迄个落差中间，咱中兴大学的教授，也是咱要求对象嘛有专家，爱去看伊的计划。虽然是非洲，照常爱去安那看伊的计划，看伊的欠缺，看伊的需要，才知影讲咱有迄款的尻川，才常食迄款的啥下药无。啊，若无你遐尔大的计划，啊，因为真正甲你负咧时到袂收山，啊，你变啦？啊，所以这中间这是第二项。啊，第三是咱国际志工队暑假的是招咱的教会青年，啊，且中间的专业者。即摆已经有2-3个医生甲讲，牧师，你若国际志工队要出去的时候，我会通去斗骹手，我去做义诊，我足感动的。因为医生要拨2-3礼拜去非洲简单无？足大牺牲，敢毋是？总是因欢喜去。啊，今年搁较特别，有人介绍新港教会牧师介绍，迄一个贵族学校叫做魁山中学，毋知咱知影？对牌啊！啊，魁山中学因拢逐年暑假，互因遐金汤匙仔的学生去庄脚去做送养的体验。其实我看伊去做送养的体验嘛无影啦，拢嘛是家己炸规丝的迄个化妆啦、困衫啦、枕头啦、网搭啦，拢炸规大批箱去。所以伫迄中间我甲伊讲，去非洲毋是安尼非洲网搭一定要走。恁若有去非洲，爱知影，一定要走网搭。是甚物原因？网是一回事啦，什物网啦？马拉利亚的网，疟疾、疟蚊，遮严重。所以迄中间我去互因经验送养甲散车，所以这志工队是啥？是生命教育。因互遮个咱的青年去经验着因的送养甲散车了后，转来才通知，哎哟。咱的鸡腿毋食，肥肉毋食，什物毋食，什物毋食。伫遐我咧讲我去食饭的时迄内底若有淡薄仔，迄个肉角啊迄鸡仔剁甲脆脆脆看着肉丝安尼你就头笑啊。所以伫中间，咱知去互因经验，倒转来透过亲像饥饿30，看会通帮助因去发挥因的疼心无，欢喜感动去帮助人无，生命教育。第4项，咱来鼓励咱的青年，我来去读农业。咱的青年，咱的囡仔在读农业的有关的举手，无半个对无？总是我安尼讲，大省高市的是只无半个啦。你来细字根据统计，台湾的食物的自给率偌济恁知无
咱食偌久，台湾家己生产的物件就拢了啊。咱的自给率哦，30%，啊，最近的统计29%，渐渐在减少。咱食的面包足好食对无？总是面粉对得来，完全正靠。所以这种简单讲，台湾的问题嘛真严重，所以鼓励台湾，总是真正奇怪的代志。中兴大学互因5个名额，因推荐7个，然后迄个咱总会互伊5个名额，无半人申请。所以就说，互咱知咱爱重视这项代志。好，来继续，咱真紧，这是我去送物资吼，好 OK， 啊，这是教育嘛，迄个牧师，啊，这是咱儿童的迄个成长班哦，创意班，哎，过来，咱直直看落要紧吼，啊，这是志工训练。咱毋望咱以后志工训练有较一人共加来，啊，这是悲伤辅导，悲伤辅导这是爱甲大家小可说明。悲伤辅导伫今年开始，咱已经几十档，拢甲总会平安基金的合作。啊，像这边花莲的地档，咱看见因毋是欠过物资，总是欠过啥？欠过有人去诚侪因的陪伴跟安慰。啊，陪伴跟安慰有技术无？有技术，这是半专业的工作，所以咱伫业务对策已经几十人来，一直拢咧做这款训练。啊，这训练的时间我搭伫下面有一个海报，毋望咱大家去看。啊，我毋望较侪人来报名参加，互咱会通伫咧帮助人的时、陪伴人的时、伫人伤心的时，第一项避免你讲毋对话；第二，真正讲对话去帮助人；啊，第三，会通帮助家己。免你看到人悲伤，家己煞咧怎啦？下暗时困袂去。好，搁下来。所以咱这是发工课吼。所以这刚刚咱看迄个，啊，说只继续来吧。系，吼，啊，这是咱去年国际会议好，啊，去中华大陆农业的讲座，啊，这是去非洲访问的。3个国家的图拢是即款的图，红图会当真好的种作物，别啦。所以阮去的时有6个重点：第一，土壤、水、伊的物种、主食啦、主食；第4是有肥料无；第5，因用的器具是啥；第6，饲料。来搁只，哦，因的布条是安尼，这凊彩学袂差的。啊，这是有水，因雨季的时啊吼，较紧的布咧。啊，了后吼。旱季的时无水6个月吼，会活袂活吼？看天，系。啊，这食饭，这摆度吼，这个面顶吼有寡青色的迄个酱，我感觉叫青酱，其实是用树枝叶啊落去滚暖，吸伫迄个饭的面顶。阮祈祷煞了，你看五爪下山，看几个囡仔，食无够，搁伫外口相拍，因为有个人食无着。啊，这是因的厝，足侪这3个国家，加纳、狮子山、坦比亚，足侪这款的厝，拢叫做 growing house， 因为有钱才起，无钱才啦，就停起来。所以起7、8栋要安尼，来继续。啊，这是教育，教育，啊，这教育这低年级37个，甲9年级剩12个，原因是啥物？因为有个囡仔死去啊。伫非洲有16个囡仔，1分钟16个囡仔死。中间有12个囡仔是2岁以下死去，夭死。啊，为什么2岁以下夭死遐济？老母啊啦，无能通互囡仔食。来，啊，这是咱今年3个学生入来，好，煞只。啊，我带因去讨论去看迄个水池啊，因为因共款遐嘛无灌溉系统，所以互因去看水池啊，等于通乌水池啊积水。来，啊，这是咱伫来福兴教会，台中福兴教会。请做因属灵的家，啊，这是咱乌克兰的工作，咱嘛有帮助乌克兰的救灾工作，来，啊，这是咱一同工伫迄所在做的工作。好，大概拢总是安尼，所以我问咱会通有感动的兄弟啊，继续参与这工作。啊，我嘛用这段圣经耶稣在讲，我邀恁互我食的时啊，吼，甲大家参加做一遍的，参加啦，记得。听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互阮伫你的话语的中间，搁一遍得到激励。愿你的神扶持帮助阮，互
互阮亲像遐个绵羊，看见人的需要中间，阮就伸手来帮衬，来诚侪你听的出口。愿你的神扶持保守，帮衬罗州教会所有兄弟姊妹、牧长、长执，拢会通三甲同心努力，伫即个所在为主你发光发热，通诚侪即个所在的百姓愿望，伫你面前感恩祈祷，快所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来吟诗，咱献为圣诗540首。主得叫咱人，请起立，文专首。主得叫咱人，最近看的你，亲像一为你是这光明，这世界如我，最最人叫他，人就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咱来奉献车事的同工。歹势，我有放奉献袋啊，伫后边的所在啦吼。啊，若有人有感动的吼，我希望会通来参加参与。啊，其中吼，你迄个奉献袋啊，拆开了是信用卡授权书，因为咱即个学生来是一百4单。所以若一时的奉献，当然真要紧。总是若是会当久长小额的奉献，对整个的事工的发展，也是帮助会更较大。吼，请咱若有感动的兄弟，会当伫遐来做这个工作。多谢。咱来掀开手中的周报下面吼，金句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咱读一遍吼。来，请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听伊伫我的至于世一个，就是听伊伫我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。哦，过来刷招咱来报告，有新的朋友无？今仔日。消息报告，本会消息。准备节目5月12举行母亲节感恩礼拜，并且邀请各团体提供节目，再向林宜坚牧师来报名。今仔日报名截止，各单位节目若有使用影音档哦，请先提交
音控组测试。第二，5月初四拜六暗时6点半举行敬拜俄罗培训会，主礼洪慧文老师新歌教唱甲乐理解释。诗歌我感谢你，伫你无难成的事。本会敬拜俄罗团队成员请出席主领配唱乐手音控，欢迎兄弟热烈参加。5月初5下主日下晡点半召开定期的中集会。中集同工请准备心，请注意好的手册。第四，郭怡珍老师奉献手工艺饰品1批2月所得的做设教150周年的基金。2月时间是5月初5到5月12。第5，好的消息，建议执事的细汉后生赐予定伫新历6月22拜六早起9点，伫咱罗州教会举行结婚礼拜，敬请兄弟做伙来观礼甲祝福。当日喜宴设立伫新庄电华餐厅12点半入时，请要参加喜宴的兄弟伫楼骹1楼登记，方便按算倒声。第6，申请2023年奉献证的兄弟，礼拜后请伫办公室领取。第7，本会林义坚牧师担任总会本届第69届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主委。第8，街舞班招募新会员，每拜六下晡4点到5点半，输驻淡江大学乐舞社，每期5堂课1000块。若要试上的，一堂才收200块。招收国小以上55到55岁以下，对街舞有兴趣的，报名请洪世杰甲卢宏仪。第9，信歌队招募队员，对音乐比赛有意愿的，请信歌队队长冰美满执事甲林义坚牧师。第10，教会招募音控同工，请向干事报名，日后才举行音控训练。第11，每礼拜3暗时8点，读经基督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团结消息，双联团结今仔日台语结束了，伫教会1楼举行例会。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真正是牧师主题是老而有用，传道组为福音的扩展，配合双联团结，特别准备午餐，欢迎兄弟一同参加。具体的消息，请大家过目来看，为了多项来台岛。教界消息，5月初4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，台北中华传道部举行初阶的中级训练会，专题什么法规、团队服侍甲伦理，地点大稻埕教会。今仔报名截止，中级同工请踊跃报名参加。第2，中华教社部内涵，请兄弟参加第49届东北亚细亚教会宣教协议会。本届活动主题是对基督教新学的观点来反思 AI 时代的教会。5月21拜2到23拜4早祷会后地点宜兰打开长老教会。以上无事要报告，无吼，无。咱来回应诗，请起立。回应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吟诗煞，请牧师做接导。感谢你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都爱听从，以及圣神的交通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美地，互恁伫所到的所在，送养善车，艰苦需要帮助的人，对因来得到恁的恩惠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，阿门。